今麦要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0到20节。上帝所赐的全副装备。落尾，恁爱倚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恁着穿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互恁会使徛稳来抵抗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对抗有火有歹的人，乃是对天界的邪灵，就是这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甲宇宙中邪恶的势力相战。因为安尼，恁爱用上帝所赐的武器来装备家己，好伫险恶的日子内面，会使抵抗敌人的攻击，战斗到落尾，为头到尾守住阵地。所以，恁爱准备好，爱用真理做诱导，用正义做护宪架。用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啊穿起来，爱常常摕到信心的盾牌，好互恁会使抵抗邪恶者所射出去的一切火箭。恁爱用救恩做头花，用上帝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恁爱伫基督中祈求上帝帮赞。常常军队圣神的引出祈祷，爱时时警醒，毋通放松，爱不断为信徒来祈祷，也爱为我祈祷，求上帝赐我适当的话，伫我该讲的时阵，会使大胆开嘴传扬福音的奥秘。虽然我带着锁链。我确实为着这福音的缘故做特赛，恁就爱祈求主赐予我勇气讲应该讲的话。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今日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引出予咱的信息是木星系列。行行第4讲，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这段经文，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透过你的话来得到装备，来得到鼓励，互阮伫踮伫这个世代中间，会当为你征战，好的征战。求主帮助阮，互阮有属天的智慧，了解你的话，也有信心甲听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顶礼拜有讲到要对抗撒旦，爱穿全副的军装。咱今日要继续来看这个主题。咱顶回已经有讲这个军装的2项装备，就是爱用真理做腰带。爱用正义做护心镜。今日咱要来看其他4个真重要的装备。第一项，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爱用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爱用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保罗讲爱用伊来做鞋，因为对古早到今日咱鞋实在太重要。我相信今仔日大家拢有穿鞋来教会对无？无人无穿鞋来嘛因为咱穿鞋毋是为着美观的问题尔，鞋会当为咱的脚带来保护你若要行较远的所在，你就的确爱穿迄个较好行鞋那像有时我若要行较远途我就无要穿皮鞋，就爱穿布鞋因为布鞋穿起来较轻松，会当行较远较适合脚。我有一遍甲教会兄弟姊妹去
去迄个南部遐落大雨时去救灾吼，啊要出汉进前吼，所有遮个人一集组织起来吼，进前就通知讲，大家一定爱去买一双雨鞋来穿吼。啊头家大家讲啊，为什么爱穿雨鞋？我就穿布鞋，就当保护骹。结果去到灾区，较知影讲哇，这雨鞋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四季拢是遮个吼污泥吼，啊这泥巴下面是啥物，咱拢毋知嘛吼。啊，若毋是这个雨鞋来保护吼，恐惊大家骹就会伤痕累累吼。啊，咱知影古早时这军人要烧战吼，爱行真远的路吼。无像今仔日吼，咱会当坐迄个正价的车，等遮毋是无吼，爱行真远的路啊。所以若无好的鞋来穿吼，就无法度烧战吼。所以有一双好的鞋，就会当行了真远的路，会当行了真顺遂。所以保罗先生讲，爱穿宣扬和平福音的鞋，即意思就是讲，咱所行的所在，咱就爱将迄个平安的信息传出去。所以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就爱伫即个台湾的社会中间去宣扬迄个和平、平安的信息。如果大家拢有得到迄个真实的平安吼，安尼魔鬼就对咱人无作用吼，因为魔鬼上后利用咱人的弱点，互咱人无平安，吼，互咱人离开上帝。咱其实顶礼拜牧师甲大家分享，魔鬼咧试探耶稣，伊就是伫即个肉体、情欲甲灵性三方面来试探耶稣。所以今仔牧师要简单甲大家分享。咱安怎宣扬即种和平的福音？安怎互人的肉体、互人的魂、互人的灵，拢得到平安？这是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爱宣扬的和平的福音。因为咱讲肉体其实是甲家己的关系啦，啊魂虽然是情欲的部分，其实是甲别人的人际关系，啊灵就是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会分做三个部分来甲大家分享，咱安怎去分享即个平安的信息？第一项咱就是爱鼓励人爱顺服上帝的律例，互咱的肉体会当得到平安，就是互咱家己甲家己会当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咱有时家己咧虐待家己，咱家己毋知，所以咱爱家己对咱家己的身体爱有一个好的保护。互咱的肉体得到平安，因为人肉体的软弱会引起心中的惊吓，特别是若无不时咧破病的人一旦破病时，心中会非常惊吓。所以如果咱若想要得到平安，咱就爱顺服上帝的律例，照上帝的话，照圣经的教示去行。所以牧师有两个提醒，第一个就是爱照上帝的规律去行，爱照上帝的规律去行。咱理解来讲，咱去买一台新的机器，如果咱若要互这机器运转了真好势，咱就爱先做一件代志，就是咱爱先要使用之前，爱将迄个机器的说明书提出来看嘛，讲这机器爱安怎用对无？因为机器的说明书是由这发明这个机器的人所写的，所以伊会记得咱安怎使用，才能正确，互这机器会当运转顺利，会当用较久的。虽然咱这机器用到落尾一定会歹嘛，但总是如果咱若照这指示去操作，一定会用较好，用较久，比较袂损坏。咱来理解我拄则讲过，机器是一个发明人发明的，所以写一个说明书互咱。咱的身体是上帝所创造的，咱人是受创造的一部分。所以上帝创造有伊律例，有伊的律例，所以咱爱照着上帝所创造的规矩来行，咱就得到平安。譬如讲，上帝创造日时暗时，互人伫日时会当工作，暗时会当得到休困。但是咱人拢毋甘愿想要工作较久的，对无？所以咱就发明电火古早人无电火，暗时无代志通做，伊就走去休困嘛。咱即摆延长迄个工作的时间，结果现代人的身体就安尼拍歹，所以咱若会当理解上帝有这创造的一个规律，咱就照这规律去行，咱
咱的身体就得到保护，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吼，咱嘛爱照上帝话去行吼。圣经人讲，爱你的律法的人大有平安。啊，甚至什么都袂当互伊跋倒。无平安有时阵是咱家己甲家己，咱家己找袂到家己的方向。吼，啊，失去方向会互人惊吓，会失去平安。所以只要活踮伫上帝的真理中间，和上帝的话语来引带来活的人，伊每一天才有清楚的方向。伊才知影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咱照这计划去行，吼，有清楚的方向甲目标，咱就袂互家己有精神上的困扰，肉体也得到保守。啊，所以上帝律法就是咱人生的准则，咱所要爱做，就是照准则去做。所以，咱来鼓励人，爱照上帝规律去行，照上帝话语去行。但是牧师爱大家明白啊，咱肉体总是软弱的，有一天拢会衰退嘛，吼。所以这层面的无平安，吼，有一天，咱一定爱去面对，吼。面对这个层面的无平安的时阵，吼，一定唔通互魔鬼，吼，有空芳来啉，吼。因为咱身体无健康，已经有够痛苦。啊，这时阵若阁叫魔鬼影响，安尼毋是搁较惨。我想在座大多数的人拢知影吼，我顶礼拜吼去做一个检查啦吼。啊，这检查是迄个做肾脏的切片吼。啊，这检查有一个规定，就是讲你做这肾脏切片了，你爱平躺12个小时吼，爱倒伫门床吼，啊，袂当枕头爱平倒咧吼，12点钟吼。啊，这其实对我这个吼，平常时安尼走来走去、跑跑走的人吼，哦，实在有够痛苦的吼。啊，头去迄护士小姐讲，医生讲安尼倒8点钟就会使啊。啊，到尾较讲毋是吼，迄8点钟是会当爱打迄个会当缀咧吼，加压的迄个铅带摕走吼，爱倒12点钟吼。我倒12点钟是对我来讲实在是有够艰苦的吼。但是这艰苦的时阵吼，心灵软弱吼，我就想讲。我到底要度过这12点钟吼，啊，佫困袂去吼，啊，我就伫遐嘛是爱感谢上帝对无？吼，我有感谢上帝，我讲主啊吼，别人拢讲我无腰啦吼，但是这个时阵我知影我已经有腰啊吼，因为腰酸背痛吼，足艰苦的吼，啊用安尼安慰家己吼，啊时间慢慢过去吼，总是你倒伫遐12点钟一定会过去嘛吼，就是讲忍耐过程中间吼。咱若学习用另外一种态度、观念去面对咱的艰苦，吼啊，所以这层的无平安，咱理解，咱人一定会拄着，吼啊，咱拄着的时阵，唔通互魔鬼有空芳来攻击咱，吼，这是第一项，吼。第二项就是这个魂的平安，吼，就是咱甲别人关系中间的平安，吼。咱理解人际关系，吼。通常是真侪人真困扰的课题吼，因为人的误解啊，甲别人的冲突所带来痛苦，会互人真心灵无平安吼。其实咱每一个人吼，拢较无会当每一天享受甲别人和谐、相甲斗阵的平安。但总是咱无一定会当安尼嘛吼。有时阵伫工作中间会甲别人有意见无共款，伫家庭中间得袂着平安。啊，有时阵啊，甚至咱伫教会中间嘛，有可能因为观念无共款，吼，甲别人小可有一寡冲突，吼。但总是这项的平安嘛，是咱爱去追求的，吼。咱爱期待讲会当互人甲人和睦，吼。啊，所以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就爱用迄个了解、宽恕、和解的态度去面对咱生命中间的别人，吼。甲咱中间的关系，啊，甚至咱嘛爱诚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来宣扬这种平安、了解、和解福音，促进人甲人会当和平斗阵。所以耶稣基督安尼讲，互人和睦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啊，既然咱是上帝的囝，离甲查某囝，咱就爱诚做一个互人和睦的人。唔通制造纠纷，制造冲突，互迄个平安，唔单单是带互别人祝福，
也家己也领受祝福。这是第二个赞处的平安。第三个赞处吼，就是伫迄灵性的平安啦吼。啊，这灵性的平安是上界悬的一个赞处，属灵的平安。这是指信任甲上帝结连，所产生一种永远袂衰退，时刻充满了疼甲仰望的心灵的一个境界。伫圣经中间，逐咱讲，人之所以袂甲别人和睦，之所以会家己甲家己冲突，实际上拢甲人甲上帝的关系破坏有关系。也就是因为人受到罪的缘故来离开上帝。互人甲上帝中间无和谐，人一旦甲上帝无和谐、无和睦，甲其他的人甲家己也中间也袂平安吼。所以属灵的平安吼，是对上帝来吼。咱若有属灵的平安了吼，咱接受咱会甲别人会真和平斗阵，甚至会当改变一寡对心内所影响身体的病痛。我捌对去牧会的经验中间，捌拄着一件代志，就是捌有一个兄弟吼，其实伊也拄着真大的困扰吼，就是讲伊本身身体的状况无啥好势吼，甲厝内底家庭的人的关系嘛无真好势吼，所以吼常常有真大的困扰吼，迄个时阵伊也袂啉捌酒，有一遍吼，伊为虾米来教会？就是有一遍吼，伊经过教会头前，伊要去买水啦。听讲伊要买啉的水吼，所以换一个迄个桶吼，要去买水吼。都经过教会头前吼，突然间吼，迄阵拄到迄个礼拜吼，听到教会内底传出迄个逐个唱圣诗的歌声。圣诗的歌声拢吸引以后，伊拢徛伫教会门口口伫遐听，所以逐个以后唱圣诗也唱好听的吼。如果行过阵听到圣诗吼，拢受吸引吼，迄个教会招待人员吼，拢来拖入来，看伊伫遐听，拢来拖入来吼。他也一个桶入来吼，拢坐伫遐做伙礼拜吼。就是迄天吼，上帝话吼感动伊，上帝进入伊的心中吼，去改变伊的心态吼。改变伊心态了，伊就羡慕上帝了，逐礼拜来教会，过一段时间了，佮带因厝内底人来教会，后来我的理解就是，虽然有真侪征战，但总是伊也要用伊的信仰去面对伊的家庭，伊甲厝内底人的关系，甲家己的关系，所以渐渐哪来哪好势，后来即全家拢受洗礼归主。所以咱圣经逐咱讲吼，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互骨高大。所以咱的理解就是讲，这个兄弟伊是要去灌水啊，叫上帝透过上帝话，成做伊心灵的活水，带互伊生命的改变，甚至伊规个家庭拢改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世代上界欠缺就是属灵的平安。人因为无认捌上帝，心中无真的平安，所以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需要将迄个宣扬和平的福音来称好，去传迄个互人会当得救的福音，这是第三个武器。然后接续第四项，就是爱摕信心的盾牌。盾牌这项物件是用来保护家己的身体，无受到对敌的武器的攻击。特别当时阵迄迄烧战的时阵咧攻击迄方伊会用一种箭顶面有点着火来攻击所以一般那即个要征战的勇士伊就爱摕这盾牌这盾牌通常是用两地，还是讲三地的插帮。来连做伙然后外面就是来包即个动物的皮要烧战的时阵爱去浸水浸水了就上战场迄火箭下来的时阵自然而然会当抵挡而且将迄个火会当灭掉所以保罗讲爱摕信心的盾牌信心的盾牌信心就是讲对上帝的倚靠。
毋是靠家己的聪明智慧，是要完全倚靠上帝。所以箴言的作者安尼讲：上帝信守伊每一个应允，伊亲像盾牌，保护所有投靠伊的人，投靠伊的人。所以咱投靠上帝，投靠上帝，得到上帝的保守，因为上帝，因为咱的信心的缘故，成做咱的盾牌来保护咱。所以咱得爱学习对上帝十足的倚靠，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武器。然后毋干那安尼，咱爱将迄个救恩做头盔来保护咱的头。对古早到现在军人拢爱戴即个头盔嘛，头盔。咱知影即摆军人嘛爱戴迄个钢盔，咱甚至咱即摆其实咱若有咧骑奥多摆就知爱戴安全帽，因为咱头的部分如果若受伤人就真严重所以咱就爱保护咱的头保罗讲爱用救恩做头盔戴掉的这互咱两个真重要的提醒。一项就是爱常常记掉的上帝所赏赐的恩典。你要将你的救恩毋是记伫头外面爱记伫你的脑海中间放伫咱的头壳内底，互咱明白咱是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咱是主耶稣所拯救的，是耶稣对魔鬼的手中将咱抢救来。这种想法放伫咱的意识中间会当帮助咱抵挡魔鬼的困扰。咱是宝贵的，是耶稣基督已经对魔鬼遐咱抢救回来。咱是得到主遮尔大救赎的恩典。然后咱毋干那记伫安尼咱爱对这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安怎？爱尽力活出有价值的人生。因为咱既然是耶稣基督，互咱对迄个沉沦的魔鬼的手中，咱抢救出来，咱已经得到保守，所以咱爱尽力去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互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会当有价值。所以咱爱活出价值的人生，活出有意义的生命，来证明咱是贵重，咱是有价值的。所以这是互咱两项提醒。最后一项，保罗继续讲，爱用上帝的话做圣神所赏赐的宝剑。咱知影，咱进前所讲的拢是保护，拢是抵挡但是这时阵有一个攻击的武器，叫做宝剑。任何军人拢爱有毋干那保护家己身体防卫性的武器，佮有攻击对敌的武器才会当生存。伫遮保罗先生讲，爱用上帝话做宝剑，才能真正攻击对敌。真正会当攻击对敌是上帝话，因为伊的话是真理，有公义的气力，也是上界好的保护。因为有一句话安尼讲，攻击是安怎？是上界好的防卫嘛。所以上帝的宝剑有这款的功能。因为安怎？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上帝话是活泼有效，比生命内的刀剑较利，连人的灵魂、关节甲骨髓拢会当刺透。伊当判断人心中的欲望甲意念。咱常常受魔鬼的攻击，就是魔鬼透过咱的意念甲咱的意志来攻击咱，互咱离开上帝。但是上帝这个上帝话这支宝剑，会当斩断魔鬼对咱的引诱。咱顶礼拜咱有看见到，耶稣咧接受撒旦试探的时阵，耶稣安怎回应这个撒旦的试探，拢是对上帝话来嘛。所以耶稣毋是讲上帝咧攻击的时阵，伊较去编圣经安尼已经袂赴。你要来将这个圣经放伫咱的脑海中间，放伫咱的心中。当魔鬼来攻击的时阵，咱心中迄个欲望甲意念出现的时阵，迄圣经的经文就浮出来，来帮助咱抵挡魔鬼的诱惑。而且保罗讲，用上帝话做圣神所赏赐的宝剑，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爱伫圣神内底倾读上帝的话。
伫读上帝话时阵，爱顺服圣神的带领。这加尔文吼，伊咧提起着上帝灵甲上帝话吼，做伙同工，伊整理两个真重要的原则吼。这部书以来，咱所有长老教会信徒拢爱理解。第一项，就是所有来自圣神的体验，拢必须要透过上帝话的印证。意思讲，上帝灵感动你，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圣神的感动，咱爱安怎摕倒来圣经上帝的话来印证讲，即个下伫圣经上帝的话，还是我家己的幻想，还是魔鬼的作为，咱爱摕来圣经上帝的话来做一个印证。如果伊是甲圣经上帝的话符合的，咱相信这是对圣经上帝的灵的启示甲感动。第二项就是所有对上帝的话的了解，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安怎去了解上帝的话，就是爱透过上帝的灵的同工。因为读圣经就是领受圣神感动上界直接的道路。咱读圣经会通读的，就是因为咱来求圣神上帝的灵来帮助咱，才能读会晓圣经上帝话的真理。所以结论来讲，就是咱必须要长期来研读圣经，然后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价值，才能去体验圣神的引带。关于这圣神的引带，牧师会伫无久的这查经班中间会当解说了更加清楚。如果你有兴趣，你会当来参加。当然，咱即摆已经讲好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已经穿好啊。但总是咱来理解，毋是讲你穿好军装，你就咱去相战呢。咱来理解，军人有一项真重要，就是讲，咱将迄军装来装备好势了，咱若要上战场进前，爱安怎？爱听迄个上级的指挥对无？咱有做过兵的人拢知影。你若顶时无来命令，你学袂来，有可能你家己无命，你的同伴有哪会无命呢？所以咱一定穿军装穿好了，咱嘛爱来听顶时的指导。所以保罗伊继续安尼讲，恁伫祈祷中间祈求上帝的帮助，常常顺探圣神的带领祈祷，爱时时警醒，袂当放松，爱不断为信徒来祈祷。这保罗互咱三项真重要的提醒。第一项就是爱常常祈祷，爱常常祈祷。祈祷就是追求明白上帝旨意上界好的途径。其实牧师一直期待讲，咱整个教会是一个满足上帝心意的教会。咱所有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就是满足上帝心意的生命。所以你要常常透过祈祷去追求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安怎？咱等下要召开会员和会，那么爱为了这件代志来祈祷啊！因为咱会员和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安怎？毋是要大家妥协一个结论哦，毋是安尼。咱是要去追求上帝的心意，所以咱为了这件代志特别来祈祷，祈祷爱挖靠圣神来祈祷，保罗先生讲，咱的软弱有圣神在咱帮助，咱问题毋知要安怎祈祷，但是圣神亲自用咱语言所袂当表达的吐气来应咱对上帝祈求，所以。圣神会帮助咱，将咱心中无法度用言语所讲出来的话，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不但爱时常祈祷，我靠圣神祈祷，最后咱也爱常常替人代祷，因为人拢是真软弱的。如果若无互相扶持代祷，真有可能就受到外界的影响，魔鬼的攻击，就互伊失去对信仰的坚持。甚至咱伫教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咱所有的中级同工嘛，真需要各位兄弟姊妹做伙来替阮祈祷，因为阮这属灵的团队咧征战的过程中间，有缘会拄着真侪试炼甲攻击，所以牧师期待过去咱常常拢爱牧师替恁祈祷对无？
你嘛加减分我吼，替牧师祈祷一下吼，早起来吼，替祈祷。你想讲吼，那咱教会吼有1000个人吼，若每一个人拢替牧师祈祷，拢替咱遮个长老祈祷吼。我相信吼，咱这属灵服侍的团队吼，会哪来哪坚强，吼。所以拜托大家，咱做伙来透过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吼，互咱真真正正会当伫这个世代做真水的事工，帮助更较侪人，吼，无受到魔鬼的攻击。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用敬虔的心领受你的话了后，也当用阮的信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求主帮助阮穿好全副的军装，要透过祈祷追求你的心意，接受你的指导，互阮伫这个世代征战好的征战，来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麦要来强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0到20节。